提花抓的阿妈提肉抓了，一点呀一次撒口抓嘛阿米扎提软米抓了，听见抓的阿米扎姑妈呀一次拿着，阿克拿着是你拿不掉了，阿米扎姑妈呀突然一次拿着拿不掉的，阿妈瑞说一尼玛怪米阿克拿了，咱女咋拿嘛什么子，阿妈一尼玛呀，咱女咋的学咋嘛不读，咱女咋比伢比其次。咱女在的挂石卡路，这边呀，一咱女一次拿嘛什么次，阿妈一尼玛呀，不个挂次拿路，一嘛嘎次，去嘛呀，阿妈女尼啊路，妈妈女尼的路伢的，妈妈呀，一咱女的阿里面次尼女啦，一咱女挂提出去漂拉的，一咱女的啥子都都做拉的，阿妈呀，一咱女什么次，你嘛啥呢？你我你干嘛呀？妈妈不一学啊了，一生啊了，去嘛呀，妈妈牛你啊了，一三你咋不？你若那么是啥头呀？马蹄头骨头，啥次你这个比啥次是这个吃啊了？是啥头就嘛个若把这话嘛呀？是把意思呀？路平啊他不，粗糠啊他不挂几十年，为啥怪妈咪咋嘛干嘛比？那是那只阿吉的一类下个了，过天一年拉错的路你是。拉错的路你是你，一尼玛拿路比北大路，一年一瓦的修啥路，出租的修啥路，阿六百年一瓦年，阿如路帕马做嘛，阿如做阿里比，嘎路比一里北路，阿妈的路年爱米一修啥路，一尼玛那个尼玛拿两个词一修啥路，我嘛不都一直都不得一年，啥都年阿娘做路。女耶稣呢，你要路比白死你，一直都不得谁个妈妈明啊呢？过了年是把耶稣呢，阿妈提罗里比女你做路，伊啥呀头个路年提，阿舅个吃点嘛，阿妈提罗呢，伊阿舅个吃个嘛，咱女咋的米里个达啦？但我伊米里个被爱米，我那努瓦的妈米里白死，爸爸不啥伊女你的，阿妈女你里得大路。你妈是下头个爱米是怕耶稣呢，一把下步你上面啥点嘛？我路姑妈做，那姑妈做嘛，出租的路是，一年你妈拿路学啥路比北大路，一张你咋不？是怕耶稣干的出租容爱米，听你话夸嘛夸比，是怕耶稣里比学那嘛谁去话嘛了？过了你肉不啥比能拉的，肉呢一个手表个里肉嘛就咋咋，你别管你上面啥点说。你别管啥子点是比我爱米，肉就咋过来我。阿六百年肉是把一说的做嘛，你妈的肉得说拉是把一说里比个两我。我了你他妈的肉塞出来，肉很比肉比个里嘛吃。你上面啥点嘛做卡说不，路皮瓜点说不，提嘎嘎瓜啥子点说不比我爱米，一话比个你妈拿是，一话比个话苦咋个那嘛，是把一说的肉得说那嘎了。再就是呢，是怕意思呢，啥都阿娘做了，被马里比，女你木跟那嘛，为啥个都学都咋嘛跟那嘛没阿娘做了，那做阿娘呢，你嘛啥呢？你嘛我和那个嘛做呢？为啥的提个面路嘛只嘛阿娘做了？一话的你个面个跟那嘛，是怕意思里入的一你个掉了，阿六百呢，咱米提米瓜，咱个说嘛做呢？女啦嘛咋不呢？一个个两我，吃两我。伢咋不哩咋样哦？去嘛里比肉一直抓嘛得嘛一天，肉么那大嘛人气，肉嘛么个两我比，我啥里肉的一你个啦家咯。啊就是是怕一说你嘛得说是肉很比个里嘛吃，你别说比我爱米谁出过那嘛，谁点那嘛你嘛是啥头个比肉的别个啦点嘛了。